台湾第一水库新化河头边风景区每一档会当创造1500万的营收，不过因为硬体设施努旧，除了持续争取将近4亿5千万的中央经费来改头换面。为了解决假日塞车甲停车问题，市府嘛提出兴建缆车的 BOT 计划。经过2摆公告，已经有厂商愿意投资，市府真有信心，预计今年底、明年初正式启动招商作业。缆车 BOT 的招商，截至目前已经有1家的这个厂商这个资格通过哈，那我们后续会依照通过的资格来调整这个招商计划，还有相关的这个后续合约的这个文件的研拟。那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会正式公开招商，然后完成这个招商程序。其实，间一提出，马引起当地民众怀疑，甚至烦恼自然景观被破坏。不过，市府强调，缆车计划引进杜拜上新的系统，对着环境干扰上少的设计，加上是集团运输，伫边观光的同时，要疏解交通甲停车问题。今日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